你好，我係 Eddie。九龍塘為傳統豪宅地段，低密度嚴文禮士建築用料上乘，主打大戶間隔，且位處41名校網區，對於有意進駐九龍塘豪宅或具吸引力，甚至區內換樓的家庭。今次走訪係5座低層，實用1729方尺，4房2廳加工人套間隔，連車位，連大露台，單位內籠品味裝潢，木色木地板配白色牆身，高端時尚設計，有水晶吊燈，客飯廳連結露台，落地玻璃趟門光線非常充足，外望東南翠綠景色，廚房設備齊全，歐洲名牌電器配置，分兩邊工作台面，可多人下廚，連結工人房。廚房有上下廚櫃，收納空間充足，4間睡房寬闊，可擺放雙人床之外，還可以擺放大型衣櫃。落地玻璃大窗光線非常充足。星浩屋苑設施星浩會所游泳池，人同設施，盡享生活便利，交通便捷，距九龍塘站步行9分鐘。九龍塘又一城大型商場，步行10分鐘。九龍仔12公頃公園步行5分鐘。九龍塘素來是香港富豪名流的聚集地，社歐環境優雅，治安良好，綠化率高，集合追求高品質生活的住客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